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请问大家有睡好吗？有睡饱吗？今天的圣经共读是诗篇142篇1到7节，是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追杀，躲藏在山洞里写的哀歌和祷告。他睡不着，吃不下，痛苦、孤单、无助、绝望。为什么扫罗王要杀大卫呢？只是因为大卫去打仗胜利回来时，妇女们一边唱一边跳舞说，扫罗杀时千千，大卫杀时万万。扫罗王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目光的焦点了。扫罗王嫉妒，扫罗王愤怒，所以大卫为了保命，必躲避扫罗王。我们先一起读诗篇142篇1到7节。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高声向他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，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。在我行走的路上，我的仇敌张开罗网要陷害我。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。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颂赞你的名。义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第1到第4节是大卫向上帝恳求帮助，他用高声呼求，向上帝哭诉苦情及患难，痛苦到不行了。大卫已经很累了，很希望有朋友帮助他，但是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能救他，没有朋友关怀他，没有朋友安慰他。在我们生活里，有时候也是这样。当我们最需要朋友帮助的时候，朋友怕麻烦，或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办法，种种因素，我们要怎么做了呢？有人会拼命喝酒，有人会去吸毒，麻木自己，暂时忘掉痛苦。但是大卫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还是相信上帝，信靠神会垂听他的祷告。第5节到第7节是大卫呼求上帝，呼求要帮助他脱离欺压他的人。这些人比大卫强大、凶猛、无情。对大卫来说，这些都是灾难。但是他仍然相信神，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神。在苦中，他赞美神。他多么希望公平、公义、正直能给他力量，好让他能再继续赞美神，荣耀神的名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呢？在工作岗位上，在学校，在家里，在朋友之间的相处，在你们生命里，是否有什么重担，让你们烦恼、睡不着、吃不下呢？
那你们是用什么方式解决它呢？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，每早晨有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力量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不必害怕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神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请你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不偏左不偏右，在患难中仍然要颂赞你的名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。 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，耶稣我来敬拜你，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，耶稣我来敬拜你，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，水火之中不离不弃，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愿一生爱你到底，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，水火之中不离不弃，全心相信万事都